多谢运竹，这个五月天旧年底开始伫桃园办这个演唱会，小连续讲要唱8场。昨五月天呢宣布讲今年3月底要刷到高雄世运的主场馆去唱歌。消息一个传出来呢，已经有歌迷敲电话问这个饭店的房间啊，有饭店业者就讲五月天甲这个张惠妹演唱会时间有订他，加上又阁是年假，这个3方面的加持，虽然讲离这个唱歌的时间要有3个月时间，因为即马订房间已经有5-6成。 天团5月天桃园开唱，邀请 Akira 团队总监，和演唱会气氛更加热烈滚滚。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唱《天空》？好，天空没有极限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。 5月天旧年底开始伫咧桃园连办8场的演唱会，啊，伫咧2023年的头一天，5月天嘛来宣布，今年3月要来到高雄市运主场馆小连续开唱时间。消息一日出来，已经有真侪歌迷敲电话来订房间，佮希望当先体验到5月天翕 MV 的收水地区啦。MV 的画面的拍摄的地方，天后张惠妹以及我们的天团五月天都在高雄开唱。其实3月左右的房况已经来到了4成左右。在疫情之后呢，客人在订饭店，通常都会在时间比较定的时候再做安排。自3月底呢，4月的一个订房状况，其实已经来到5-6成。 今年为2月开始到4月，高雄真正做热烈。天后阿妹3月底开始伫咧港岛连唱10场，4月初1、初2，阁已经举办10几届大港开唱。 韩国女团 BLACKPINK 3月18来到台湾，6、7年级是老的西洋男团新好男孩和西城男孩，迈伫咧2月新拍头阵上场，小连续3个月规贯音乐活动，要歌迷听歌听甲啪啪啪，高雄饭店业者嘛趁钱趁甲叭叭叭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